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婉娜。休热的时阵，真侪学生啊，拢会去做线工，加减赚一寡所费。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线工。线工汉字写做线工，罗马字写做线工。线第三条，工第一条，线嘛有人读第二条，线工。线的文音是散，是无好雅的意思，亲像散食，白话音读做线，无整体、无规个的意思，亲像四线、线喷喷。线工就是临时工的意思，毋是全职的工课。一般无法度做全职头路，爱来做线工，趁寡所费月落啊，通来斗补贴的，拢是学生啊较济。学生啊做的线工真济款，毋过上济是做家教，家伫24点钟的利便店，也是补习班斗三工。一般专职工课领的是月级，线工按照计算薪水的方式无同，会当分做做点钟的甲做件的，因的薪水大部分拢是工课做好就现领。咱讲领现的，阁有咱定伫路边看到的临时工，台语会讲是做临时的。甲趁钱有关系的俗语，亲像懵懵啊趁，较袂散。意思就是讲，有钱通趁就要紧趁，唔免紧，较袂无钱通开。阁有一句，海玲王无咧吸水，是讲海玲王住伫水里，哪有水来伊无爱，有钱趁，哪有可能拒绝。较常听到的俗语，阁有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意思是趁钱虽然重要，不过安怎趁拢有限，唔通为着趁钱拍歹身体。一当换二死的头家，意思是食头路无定性，抢在换头家。咧讲一个人的性浮浮，无稳定。复习线工，领现的，做临时的，懵懵啊趁，较袂散。海玲王无咧吸水，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一当换二死的头家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我要去做线工啊！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